自2024年10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展现真实的上主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。耶利米书11章第10到17节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听清楚即个约的内容，然后甲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宣布。你着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毋听趁即个约的话的人，一定会受咒诅。这约是我带恁的祖先出埃及，脱离柱体的血炉的时命令因的，讲：恁着听趁我的话，实行我所命令恁的，安尼恁就通诚做我的子民，我做恁的上帝，通实现我对恁的祖先所立誓，将恁今仔日徛起即块闹黏甲密的地赐予因。我应讲：上主阿免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你着去犹大的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宣布，恁着切实遵行即个约的话。我对带恁的祖先离开埃及，迄日到今仔日，一再严严甲因警戒，叫因着听趁我的话。毋过因毋若无要注意听，阁照因固执邪恶的心做代志，因为因毋照我的命令遵守即个约，所以我照即个约甲因刑罚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伫犹大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，有人计谋要背叛我，因阁转去犯因的祖先毋听趁我的话的罪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拢破坏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，所以上主安尼讲：我要降灾祸互因，因无法度走闪。因甲我哀求，我嘛毋听。迄时，犹大大城镇的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会去哀求因烧香服侍的神明。毋过，伫因拄着灾难的时，遮的神明拢袂当甲因解救。犹大啊，恁的神明亲像恁的城镇遐济，恁为着通见效的巴力所起烧香的坛，亲像耶路撒冷的街路遐济。耶利米啊，你毋免为着遮的人民祈祷，毋免为着因大声恳求，因为因拄着灾难的时对我哀求，我无要甲听。上主对犹大人讲：我所疼的子民，恁做遐济歹，还袂当伫我的圣殿创什么？恁下愿献肉、减咒话，甲恁消除灾祸，互恁心安欢喜。我上主捌甲恁号名做青喙、无声，结甲规丛果子的橄榄树。毋过，当我要用雷公线呐烧伊的树叶，讲断伊的树话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甲恁裁正，毋过他已经宣布要降灾祸攻击恁，因为以色列人甲犹大人拢做歹，用巴力烧香，惹我受气。展现真实的上主。当上主耶利米讲：莫替因哀求，嘛莫我祈祷。拄则一看，上主好像一位冷酷无情的暴君，对伫人民的受苦点点点，毋听毋问。总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上主搁较亲像是伫关系中不断受到背叛的受害者。因为带领以色列人逃出拿血炉得烧的埃及，是上主，
含以色列人民立约，要赏赐人民留年甲日的地下是上主。三番两次一再切切各界人民爱遵行约定的，也是上主。可惜的是，无论上主为以色列人做偌济代志，终究换回简单是冷面相向的结局。上主所面对的对象是一群蒙恩背义的人民，因若无按照上主的话语行做，反倒顺坦家己邪恶顽劣的心，变本加厉，背道而驰，直到犹大啊，恁的生命亲像恁的城镇遐济，恁为着通建设的巴力所起烧香的坛，亲像耶路撒冷的街路遐济。这也无怪，上主甲耶利米讲，毋免为人民哀求，因为因为假上主，作恶多端，因所献的祭，也单单是空有外表，形式若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创然伫遮描写的上主真严厉，总是伊所降落的惩罚，也绝非盛怒之下的意气用事，反倒是伫既定立约的内容下所做的处置。上主讲到伊带因出埃及，就一再劝告因，互从伊。总是，毋过因毋但无要注意听，搁照因固执邪恶的心做代志。因为因毋照我的命令遵守即个约，所以我照即个约甲因刑罚。此外，上主的惩罚也有限度，就是当惩罚的日子期满，受掠的人要归返故乡，亲像十章50所讲。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，离开伊甲因流放去的达国，迄位永活的上主咒詛，因为我要甲因带转去我赐予因祖先的土地。当咱伫咧阅读圣经中类似咒诅诗的文体的时，看到上主愤怒的一面，检采会互咱心生怀疑，这敢真正是迄位良善仁慈的上主？总是咱若详细看，却会发现，这位上主虽然会惩罚悖逆的人民，毋过伊犹原伫惩罚中留着恩典，可能将会有停止的一日。上主也要搁再拯救属伊的儿女。安尼对上主形象的描写，拄提醒每一位读者，上主的形象是具体，就亲像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独特佮复杂的。安尼的认知会帮助咱，避免甲上主看做偶像来看待，只有操控无实质的关系。上主是真佮活的上帝，当咱用真诚的心敬拜伊，就会当真实甲伊建立关系和互动，伫祈祷甲行动中经历伊的临在。这拄好是群体偶像的以色列人所欠缺的认知甲经验。日想，伫我心目中的上主是甚物款的样貌？伫我心目中的上主是甚物款的样貌？咱来祈祷，甲咱立约也甲人
同工的上主，愿你拍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真实，明白你的心意。愿我会当活出敬畏你的性命，搁真正认捌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